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5篇，雅歌书第4章第9节到第5章的第1节，路加福音第5章13节到3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新，或者是旧。过去常常听人讲婚姻，什么7年的章啦吼，7年之痒吼，亲像婚姻伫第7年一定就爱出问题共款吼。其实这是用一个统计数字的平均来看，根据婚姻无幸福的家庭所统计，嘛毋是普遍的现象。但是这个话被错误的引用，甚至真真深来成做一般人解说婚姻无美满的一个原因啦吼。但是这种基本上随意的引用是非常的危险吼，因为完全无考虑到这个7年的章，这个7年之痒的这句话背后的因素。这原开始是对一出电影是玛丽莲梦露所主演的电影，叫做《The 7 Years Itch》。这个中间呢，描写一对夫妇伫结婚7年了后，先生趁着太太带着这个囡仔出外的时阵去外口来交女朋友。7年是因为婚姻结婚了后恩爱生养济济，太太呢就是开始甲重心放伫这个生产啦、照顾儿女啦、用家庭做重心啦吼，渐渐伫生活的这个规律的中间过了真无有安尼激情安尼吼。先生逐工伫外口，久来结婚的时阵，这个水姑娘就渐渐变做一个阿婆夫妻的亲密的时间也愈来愈少，去互囡仔的代志来剥夺，也是去互工作的压力缀甲变去安尼吼。但是呢，咱即马的时代变迁，家庭结构嘛咧改变中间，无一定逐户拢有囡仔或者是讲亲像英国共款生养济济。但是无论安怎，对基督信仰来看，婚姻夫妇无论是结婚偌久，拢应该维持着迄个起初的疼心。基督徒嘛，应当用安尼的心态态度来面对上帝，甲上帝维持一个真亲密好的关系。雅歌书第4章第9节到第5章第1节，继续用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来形容。伊讲：我的小妹，我的新娘你有夺去我的心，你目睭一个看，你的颔棍的一条金链就甲我的心夺去。我的小妹，我的新娘，你的爱情那遐尼美妙，你的爱情实在比酒较好。你膏油的香味比所有的香料较香。我的新娘你的嘴唇甘甜亲像对芳房滴落来的蜜。你的指有蜜有黏，你的衣服有黎巴嫩的香味。我的小妹，我的新娘你是扫地的园，看目的井，风目的水泉。你栽种下流的园，出真济上好的果子，阁有种咖花甲拿达树，有拿达甲香番红花、菖蒲、肉桂甲乳香、蜜药、沉香甲一切上等的香料。你是园中的水泉，活水的井，对黎巴嫩流落来的溪水。北风起来，南风吹来我的园，互伊的香味遍满逐所在。
互我亲爱入伊的园内，享受上好的果子。我的小妹，我的新娘，我有入去我的园内，挽我的木药甲香料，食蜜房甲蜜，啉我的酒甲年。圣歌的歌词也有一句讲是句，也阁是用心。咱的生命必须爱经常来更新，咱的感情也需要经常有新的体验，保持永远的疼。好咱亲像上帝对咱的疼同款。有人甲耶稣基督咧谈论一个禁食祈祷，因来学了法利赛派的人经常禁食祈祷，因为安尼因就批判耶稣基督学生拢伫咧食，拢伫咧啉。耶稣用一个婚宴的形容做一个譬如，谈论着到上帝的恩典，以及人着怎样用这个欢喜的生命来领受。耶稣基督并且用这个旧的皮囊甲新的酒来做譬如，勉励人着爱有新的生命、新的观点、新的领受，免得呢伫旧的传统的中间失去了迄个生命。伫路加福音第5章33节到39节，耶稣基督的话安尼讲。后来因对耶稣讲，约翰的门徒常常禁食祈祷，法利赛派的门徒嘛是安尼，毋过你的门徒也食也啉。耶稣对因讲：新郎邀伫婚宴的人客做伙的时，你减会互人客禁食。日子伫要到，新郎会互人对因的中间掠去，伫遐个日，因就会禁食。耶稣阁用一个譬如甲因讲：无人拆新衫来补旧衫，若是安尼做，若新衫会拆破。拆起来的迄块新布甲旧布嘛袂合，嘛无人将新的酒入伫旧的皮袋啊。若是安尼做，新的酒会甲旧的皮袋啊逼破，酒流出来，皮袋啊嘛歹去。新的酒入伫新的皮袋，无人啉了旧酒了，才会啉新酒。人拢会讲，抑阁是旧酒较好。旧的生命爱有新的思想，领受圣神新的生命。基督徒的属灵生命，千万毋通去互旧的传统所束缚，旧的思想所影响，应当爱活出新个有活力的生命。甲上帝的关系，日日若像新婚共款，有新鲜感，有恩爱，有激情，有活力，阁会当来持久。诗篇145篇，我的上帝啊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你做冠，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的名，我要日日称赞你，要永远学了你的名。上主至大，应该受大称赞，伊的伟大无法度测度。这代要到迄代称赞你的作为，要传播你大宽容的所做。人讲要讲起你尊贵荣光的威严，我要笑念你奇妙的作为。人要讲起你通行为的大宽容，我要保养你伟大的作为，要保养你极大的恩惠。若唱歌学了你的公义，上主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无快受气，有大慈爱。上主疼惜万有，伊的怜悯普及伊所做的一切。上主啊，你所做的一切要感谢你，你圣的子民嘛要称赞你。伊要讲起你国度的荣光，谈论你的大宽容，通互世间人知你大宽容的作为，知你国度的威严甲荣光。你的国度永远存在，你即将的宽平线到万代。上主一切的应允信实可靠，伊疼惜伊所做的一切。跋倒失败的人，上主扶持因；受压制的人，伊扶因起来。
所有的活物拢仰慕你，你正是互因食物。你踢开手，互所有的活物拢照所爱得到帮助。上主一切所做拢公正，伊的作为充满仁爱。所有求叫上主的人，甲伊亲近，伊亲近诚实求叫伊的人，敬畏伊的，伊会互因的心愿实现，会听因的求叫，来拯救因。上主保护所有听伊的人，毋辜做歹的人，伊会甲因消灭。我的嘴要讲出称赞上主的话，愿一切有生命的袂永永远远称赞伊的圣名。上帝一听实在是真奇妙，长看观赏袂话切多。求主帮助阮会当经常更新阮的生命。时刻来领受上帝新的祝福，甲主结连是有亲密甘甜的关系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